若果大家沒有按時繳稅，將會面臨咩後果呢？你需特別注意評稅通知書上嘅繳稅日期。若第一期稅款未按時支付，稅務局將於預期後施加5%嘅附加費。第二期稅款則視為立即到期。若自繳稅日期起計6個月後，你仍未清繳稅款，包括之前嘅5%附加費，稅務局將再次加徵10%附加費。除此之外，稅務局會向包括僱主、銀行同客戶在內嘅第三方發出追收通知，要求呢啲第三方交付所拖欠嘅稅款。收到通知嘅第三方必須在法定時限內行動，否則將承擔法律責任。根據僱傭條例，稅務局亦可以要求你嘅僱主喺發放工資時進行扣除，扣除金額不得超過工資的一半。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志奇。